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各种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各种定咧讲，千丝万句写台湾，世情山水人生观。台语的汉诗表现台湾的历史，台湾人的人生观。我今日招你研究一首我家己足喜欢的诗。云林口湖的名诗人，在地人称呼卢基林先生。伊一首诗叫做抒怀，就是表示讲，你写家己的心境，你写家己的心怀。见面诗句讲，哪堪一草五千庭，每页诗词泪欲倾。临看贫穷又可发，专恋富贵亦轻生。人能恕我人当罪，我不如人我不敬。唯愿思乡二主家。所在淡饭我讲轻，诗人见面头一句讲，我哪会堪要讲脚步踏差，一错误了前程？到底是行唔对路，做唔对道，还是什么款的原因？犯错误，做不错节，诗人无说明。不过伊伫咧后悔，伫咧感慨。我见摆若想着讲，我行着错节的这条路，每日思时泪欲倾，目屎亲像水泉伫咧倒共款。不过人讲，仙人拍鼓有时错。脚步踏差，啥人无？人生难得比拼，所以过来第三句、第四句，就诗爱对比。诗人讲：临看贫穷又可发。第四句讲：专恋富贵亦轻生。善有人比咱较善，家己苦有人比咱较艰苦。贫穷的人日子月起紧家己伫咧过，冤仔满满是。啊，若富贵的人，冤仔有人行底路，轻生的冤仔有。所以诗人伊伫咧提醒家己讲：人能恕我人当罪，我不如人我不敬。别人若亲像我，人生遭遇遮尔侪坎坷，绝对啉甲比我较醉。啊，我甲人无比拼，我毋惊。当然，诗人咧讲我不如人，不过伊是真发展真才情。卢基林先生本名叫做卢金生，伊捌写一本书《今日的口湖》。今日之口湖这本书是在地口湖最重要一本历史地理记载，尤其是公论部的发行人李万基摕第二。所以这首抒怀写家己心怀的诗，卢基仁先生收煞，伊只有寄托下一代，讲唯愿思乡二主家，所在淡饭我讲轻。这简单清简单，日子艰苦无要紧，思乡问题。我下一代就要继续传落去，因为我是读册的人，这是卢金生先生真感动人一条台语的汉诗。